I'm Jordan. I go by JC. I'm from Illinois in the States. I also grew up in California, and I'm really excited to be here. I'm really grateful to be a part of this organization, part of the team.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a part of something special. It's a great group of people. They helped me a lot, just to even just get here. So I'm really just thankful for that just in general, and I'm just really excited to see what comes from it. 他们请我们金牌翻译阿生帮他翻译一下。他说我叫 Jordan Caroline， 然后通常大部分的朋友都叫我 JC， 就是我英文名字的缩写。然后我从小是在加州还有伊利诺州这两个地方长大，然后大学在内华达州就读。那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台湾，还有整个亚洲他也是第一次来，然后他非常的兴奋，很开心能够成为九泰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有一首歌，我的专辑里面叫《没在怕的》。常常没在怕，突破所有逆境，全靠双手，没在怕，立场没在怕，输赢没在怕。这首歌主要在讲棒球，球员都独当一面，歌手其实也是，尤其是我觉得投手的角色跟歌手角色很像，因为都是要一个人站在上面，他们面对敌人，我面对观众，所以我觉得是励志的一首歌。什么叫做怕？突破每道人生关卡，靠着硬骨头自拔。人生有什么难得？世界跟着我们较量，谁在怕呢？没在怕的世界里。大联盟的球员也是我的好朋友王维忠。大联盟有一个规定，就是因为他们手臂是签给大联盟，他要到12月的时候才冲，他就是情义相挺，听我们这一边。好伟大的极限，冲破顶点，不学到世界的练，只靠苦气赚精炼。帮我一起好不好？帮我一起。然后女生先来，女生先来，女生跟着我。OK。唱，浪暖音啊，他想要浪漫一下。唱。蓝暖音啊，他想要浪漫一下。唱。男生。谁？蓝暖音啊，他想要浪漫一下。蓝暖音啊，想要浪漫一下。哎呀！终于我有件事想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讲一下。有没有想到昨天也不能讲，应该要今天讲，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场。其实我们2019年有一个决定，然后是我们3个都讨论过以后，一个对我们来讲蛮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我们2019年会单飞做一些自己的东西，对，然后所以请好好珍惜接下来的时间。其实只是就是反正你知道单飞做一些他会做一些个人专辑嘛，然后反正我们还是会一直继续做一些新的音乐出来这样子，然后所以像这个东西，这个演唱会这个东西，除非可能短期之间不会再有一次，所以请你们给我好好珍惜今天这个晚上，好不好？抱持感恩的心，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一次。反正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工作会讲，我们没有解散，但是我们就是会更多的时间 focus 在自己的作品上面。对，只是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顽童，可能多一点的大渊，多
多一点小春，多一点瘦子，然后那种，但是还是会在，只是不会这么大。那电视墙可能没那么大，我可能会去变一半。对对对，可能去夜店表演之类的。新人嘛，对，新人从头开始是。打掉重练，打掉重练啊，这样才有挑战性啊。我在这里宣布，我2020年我要去一间夜店开巡演。哇塞，不错吧？对吧？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对艺人来讲，这是一个挑战嘛。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情，然后达到一个地方，哎，我拿到金曲奖了，然后走开，金曲奖走开，重来一次，再玩一次，好不好？打掉重练，然后希望到时候你们还可以支持我们的个人的作品这样子。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是要玩到最底呀？如果你有任何一首歌你听过，你会唱的话，我想要你大声唱出来，可以吗？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一定会唱到沙哑，我希望你们也是，可以吗？